华大学参加世界建筑设计大赛，恭喜你们！任之，恭喜你，你终于毕业了。今天你的表现非常好。谢谢。我接个电话啊。喂 ，Jason， 爷爷，你最近身体还好吗？我最近经常梦见你。对不起啊，爷爷，最近太忙了，很长时间都没有给您打过电话了。您不舒服吗 ？Jason， 你下周回趟家吧，爷爷好久没见你了。嗯，好的，爷爷。师兄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任之，今天是你的毕业日，不聊别的。来，大家都把酒买上了，对吧？来，哎，总算毕业了，今天大家就敞开了喝，好吧？好嘞，已经很敞开了。啊，其实现在趁着大家都没有喝多啊，我先问一下各位，这都毕业了之后都有什么打算呢？不是，我说班长，这都毕业了，你还不忘做学生工作？这不是闲聊吗？是不是？了解，说一说都有什么打算？这样吧，我先说我自己，好不好？来，你说，来，我听。我吧，我打算考建科院的社会招聘考试。哎，你啥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这是正规考试，好不好？正规。是啊，正规。正规的，行。我呢想考公务员，然后我妈也觉得这样比较稳定。你俩这狗粮撒的，不是这孩子，好事。我也想有个人好好爱爱我。我投了几家互联网公司，拿到了2个 offer， 但是我最想要的那个呢还没消息。哎，这有点东西啊，挺好的，可以。以后看不到了。一头，来，一块儿。思妍，你看班长跟孙晶都扶上扶随了，你跟方志远有什么打算呀？我申请的学校还没回复呢。哎，我们家啊，我都听他的，他去哪儿我去哪儿，是吧？啊，这叫听老婆的，夫唱夫随，对吧？情况就这么情况了。你没喝完啊？微微，你呢？干了。截止北京时间11点21分，我申请的所有的学校都把我拒之门外了。你笑啥？没，我笑不是这个。喂，这没事儿啊，不算什么。啊，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没事儿。我都这样了。那妍妍，你现在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？其实这是什么？其实我过了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
好事儿啊，恭喜一下啊！我们家总算出了个学霸了啊！以后这是常青藤的人了。哎呀，好事情，好事情！恭喜！我肚子有点疼。哎，你看他俩，再来一杯。我得头悬梁锥刺股了，我跟你讲。我会帮你的，放心吧。可以的，方志远。哎，我肯定能考上，我肯定能考上。来，我等会儿，我爹，去你的，你才喝多了。哎，小佩，快进来。等一下啊，大家都安静一下，我要宣布一件事情。刚才我得到了叶老师的通知，陪认知小组拿到了金奖。你知道什么？你马后炮啊！来，大家一起庆祝一下，好不好？一起，干杯！恭喜！谢谢。好。哎，我接电话，你们先接，我接电话。赶紧回来喝。好。喂，妈。啊，我跟同学聚会呢。你爸爸问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完了，我也干了。我不想回家。如果你不想出国，不如就回家吧。女孩子待在父母身边挺好的。那个什么石若飞，她真的不太适合你。成长环境不一样不说，她年龄还比你大那么多呢。来，大家继续，没事。哎，大家听我说啊，过不了多久，你们将步入社会。我在这里祝你们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我去夹菜，你们还想吃什么？我去夹菜。我不想为了不确定的将来而放弃现在。我现在很幸福，至少我现在特别爱他，而且我跟他在一起很安心。我要去聚会了，不说了。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动听的话。雨丝在细润无声淡蓝色的回忆中起舞，留住你忽而向东时而往西凌乱的脚步。这一场约会如水正游荡，那天边外的星星在跳荡，似一朵朦胧般的幻影，有两扇心房。你听那风儿轻轻微微诉说千万的借口，想留住他那眼中一抹浓浓金色的晚秋，在悠悠潺潺弥漫的地方，谁不经意般模糊了方向？那遥远的天际线牵引着青春泪光。如果爱需要梦一场，就让它插上青春的翅膀，朝向那浩瀚无垠的天际线，任海阔天空自由的翱翔。如果爱需要梦一场，就让它穿上洁白的衣裳，在那条通往云端的天际线，剪辑着青春的影像。
那风儿轻轻微微诉说千万的借口，想留住他那眼中一抹浓浓金色的环球，在悠悠潺潺弥漫的地方，谁不经